我们今天要看一段经节呢，是在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5节。对不起，我的遥控闭了没有？刚才还是在上面。放一下经文的地方。哦，在这。上面有和合本的经文啊，《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周末的晚上能够聚集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神，你带领这个礼拜平安经过，也感谢在这个时间我们还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恳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领受你的话语，也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有连续4个礼拜，我们有清洁的心思的灵命操练，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保有清洁的心思。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经过这个灵命操练之后，我们对神有更坚定的信心，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清洁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他的教导中间，他要升天之前呢，他曾经给我们有一个叫做大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跟20节。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普天下，使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还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还要将所教导他们的让他们遵行去走。”所以从这3件事情中间呢，我们就推出来说，教会应该有这些功能，包括第一个是宣教，第二个呢，他要让他受洗的人就是要团契，就是成为我们同样的一个团契。第三呢，要他遵行我们所教导他的都照样去行，就是要有教育，叫成长，这是耶稣所留下来的大使命。另外，他给我们一个大诫命，诫命是要我们怎样？要爱我们的神，还要爱我们的邻居，就爱人如己。这是大诫命。那大诫命里面呢，告诉我们要爱。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问题是说，耶稣大诫命里面要求我们要爱神爱人，而且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教的总纲。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都非常的熟，那边告诉我们说爱的真谛，很多人都会背，也很多人会唱这首歌，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从第4节开始，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们少了看前面那3节，那3节告诉我们怎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然后接下来才讲到怎样，爱是恒久忍耐等等，这样告诉我们爱的重要性。这前面讲这3个我们都非常接得好。哇，我会讲万人的方言，我会讲天使的话语，我有先知讲道的能，我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还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第3个是怎样？我能够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哪一样不是我们在追求的？要容神益人里面这些都很重要的，但是他告诉我们
要是没有爱的话，这些与我们都没有帮助，都没有意义。才进入开始讲到这爱的诗篇，爱是恒久忍耐等等。所以呢，爱其实是基督教里面呢最重要的信仰的总纲。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10诫中间哪一条最重要？”他考耶稣啊。10诫里面呢，前面5条是讲跟神的关系，后面5条是跟人的关系，到底哪一条重要？要他选一条出来。要是我们人早就被他考倒了，但是呢，耶稣是神，所以他知道非常清楚。他告诉他，只有一点，就是爱而已。你要爱神，要跟爱人，那这些10诫你就会遵守了。所以爱真的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要我们怎样？这个爱要如果在我们生活中间活出来呢？讲起来很简单，爱哇！我记得好几年前，大概20-30年前吧，那时候在定义什么叫做爱，每天都有不同的词句出来，他开始要选哪一个是最好。那时候讲出来其实也蛮普通的，就是说爱就是这样，回家吃晚饭，这也是爱啊。爱就是把菜吃光，叫做爱。哇，爱是什么？讲很多，每个人都讲了不同的爱，因为他们的立场不一样，他们的角色不一样，所以还有不同的对爱的表现。在圣经中间对爱怎么看呢？圣经中间有一个经节呢，在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边告诉我们怎样？爱是怎样？爱是最重要，没有错。然后这爱怎么来的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来的。这3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呢也很容易懂。清洁的心叫 pure heart， 就是非常纯洁的心，完全不受污染的。你谁敢讲说你的心是纯洁不受污染的呢？所有的人类的心都已经是污染的，只有神起初创造的那一个亚当跟夏娃一开始的心是 pure heart， 但是自从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节，蛇怎样？蛇诱惑了他之后，他的心也不再这是一个 pure heart。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爱你之后要从哪边出来？你要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那个清洁的心才有办法。就是 pure heart。第二个呢，无愧的良心呢，它是 good conscience， 就是良心哈 ，conscience 啊，那是无亏的是怎样？就是 good， 你的良心没有受到这样亏损过的，你的良心是真能够对得起神的那个良心，叫做无愧的良心。然后无畏的信心是怎样？它英文是叫做 sincere faith，sincerely 就是真诚的信仰。爱是怎么来的？爱是一个完全都是一开始神创造起初最美好的那个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良心，每一个人对神这样子的信心，这才能够有一个爱。所以我们既然要讲，我们既然神要完成耶稣的大使命，要我们有一个爱的话，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行出来，我们第一个当然要对抗的是这么多个要去学习。我们先从清洁的心来看，我们就叫它清洁的心思哈。我们期待怎样？我们要活出耶稣教导的爱的时候，我们需要这几件事情，我们都要去学习。我们就分了4年要去完成它。第1年，我们用清洁的心思，在今年我们要上4个礼拜，然后明年呢上无亏的良心，在后年的2013年上无畏的信心，然后2014年呢上纯洁的爱心哈。这3个合起来，最后就变成一个纯全的爱心哈。我们盼望期待都每年有1个月的心思重建呢，让我们都能够为心灵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一个基督徒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今日清洁的心思，第一个是怎样？我们要对付到底有怎样？我们今天有写一个清洁的心思1，除去不信，这是我们第一个。其实我们要对付的怎样？总共有4个。第一个怎样？要除去我们的信，我们有信心。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会不相信、不信任，这是今天所要讲的。这有写的日期是礼拜天的日期啊。下礼拜我们要讲到情欲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情欲，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身心灵都有的情欲。情欲是好还是不好？情欲是好的，
神赏赐给我们当然是好的，只是我们用错地方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下礼拜我们要思考的地方。因为5月22号呢是讲到羞惧，就是说你因为做错事情，你就感到非常的羞愧，然后你就开始有惧怕的心。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所以这是不对的。你有一个 pure heart 的话，你就不应该会有这样有羞忌。最后又有一个论断。我们要是对别人产生的论断的开始的时候呢，你的心怎么可能是清洁的心呢？你怎么是一个单纯纯洁的心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准备在清洁的心思里面，我们4个礼拜就是要讲这几个：除去什么？除去不信，除去情欲，除去羞惧，除去论断。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亚当、夏娃受蛇的诱惑以后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这讲人类的心思为何跟如何被玷污了。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件事情了。这经节我们刚刚已经看，所以我们不再看。第一个，心思是怎样子被玷污的呢？因为不信任、不相信、不信任而产生的。我们看。这个蛇，撒旦透过蛇如何去让夏娃走错的路呢？第一个是怎样？撒旦使人开始怀疑上帝的话。我们看刚才第3章的第1节里面所讲是这样：上帝岂是真说？上帝真的这样告诉你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真的是这样子吗？哇！你听到这种话，你一定会开始去思考，然后就讲一个，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严重了，还是怎样，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第一个是他的口气，就让你开始怀疑下面所要说的事情。上帝真的是这样说吗？你开始会去想这个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就扩大起来了。这是撒旦使人产生的怀疑，而且是怀疑上帝的话。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我们的心思为什么受到玷污呢？原来是这样，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呢，相信的不够准确。这个要对照我们在前面的地方，创世纪第2章的地方，要回去想说，上帝如何跟亚当、跟夏娃来讲呢？在创世纪第2章，你要是没有带圣经的人呢，回去的时候先记下来，回去看哈。在创世纪第2章第16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刚才夏娃说怎样？蛇问他说：是不是不能吃？他说怎样？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他把一个怎样随意吃改成可以吃，两个意思有没有一样？可以吃也可以代表可以不吃，不能吃。但是原来神的意思是要随意吃，通通是要给你们的，你都可以吃，不只是可以吃，还是一定可以吃。根本不要问到底是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随意吃。所以减低了怎样？减低了神原来美好的应许。这是第一个，已经渐渐开始，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也不够准确而产生的。第二个呢，自己添加了自己的想法，在创世纪第2章的第17节，这边讲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刚才的经节呢，告诉我们说，在第3节的地方，这夏娃讲的，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是不是自己添加了自己的想法？因为神只告诉他不可吃，但是他说怎样，也不可摸，自己扩大了，自己解释了上帝的话语，结果怎样？这些都增加去，然后去减少的好的部分把它减少了，不好的把它增加了，然后最后是甚至的把不好的这个惩罚里面也减弱掉。夏娃说：“蛇对，免得你们死，免得你们死。”这是夏娃自己讲的。上帝告诉他在创世纪第2章第17节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哪一个词句比较强？
必定死，这你没有考虑，没有什么第二条路，你吃了一定死的，不是免得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讲人对上帝的话语呢，相信的不够准确。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我们现在最近在读百日读经，然后背经记，也是差不多就好，还是非常精切的抓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背？很多人就跟牧师抱怨说啊，记不起来了，年纪都这么大了，背一背，现在马上背可以，然后过了1分钟、5分钟、1分钟就好了，再外又没有办法100%了。有一个字又不见了，会是怎样？我们为什么要求说要能够背得比较年轻的啦？我们是讲60岁以下的人啊，因为牧师超过60岁哈，60岁以下的人要一字不漏的背出来，因为怎样？精确。上帝的话语不容许我们去打折，是这个意思。夏娃他就将上帝的话怎样做了打折。一开始他减低了很美好的应许，然后加添了自己的想法，最后呢，他甚至减弱了他的惩罚。这时候呢，撒旦就有机会了，撒旦就曲解了神的心意，加深了人的这种怀疑。蛇继续往下说怎样？在第4节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告诉他说：“你吃当然一定会，日子必定死。”但是他告诉你啊，不一定死。神看到了夏娃他自己的这些弱点之后呢，他也就曲解了神力，然后加深了人的这种怀疑呢，告诉他说不一定死的。第二个呢，不止不死了的，而且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告诉他有这个好处哎。你不一定死，而且你眼睛会明亮，能够怎样？能够跟神一样来知道你们的善恶。我们看到的是魔鬼，他怎样知道？他听夏娃讲的话，就知道夏娃不是非常精确的知道神他给他的命令是什么，也知道他有一个弱点，可以来让他能够来违背上帝的能够违背上帝的命令会背逆上帝所以撒旦他怎样？他利用了人的好奇，使人怀疑上帝不够美善，或者为何不让人能知道善恶呢？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吃善恶果？为什么？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吃了善恶果又会知道善恶，为什么不好呢？问题是没有吃善恶果，会不会知道善恶呢？有没有人讲说没有吃那善恶果就不知道善恶呢？当然知道啊！神只是要让你的善恶是以神的标准为善恶，所以不要你去吃那个善恶果。人吃了善恶果之后，他的善恶开始以谁为标准？以自己为标准。我们常常在讲罗生门啊，或是什么事情，同样一件事实，这个人讲的话跟这个人讲的话一定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着想，就讲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甚至还扭曲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没有善恶吗？有啊，他吃了善恶果啊，他明明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啊，但是他把中心改成是自己，为了我自己，原来是恶的东西就变成是善了。人已经扭曲了神所讲的善恶，不是神不愿意给人有善恶，神要人用神的善恶，不是用人的善恶。很可惜，人吃了善恶果之后，就开始用了自己的善恶，所以撒旦就利用这个来讲，利用这个来怂恿，让人能够怀疑说神是不够美善，因为神怕你吃了跟他一样能知道善恶，人就被骗了，人就开始对上帝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任，就开始背逆了上帝，而与上帝隔绝，就是死。你可以讲说，上帝不是说他吃了必定死吗？为什么没有死？肉体没死，心灵已经死掉了，跟神的隔离，是不是死掉呢？是死掉了。一个人行尸走肉，你叫他是什么？就是死人啊！这一点心灵都没有，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这样行尸走肉而已啊！你应该是怎样？应该有一个心灵。你应该都能够容神一人，你才对社会才有意义啊！要是没有的话，你虽然是活着，其实跟死人是一样。
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果之后，其实神就赶他离开了伊甸园，他的心灵已经跟神之间有隔阂了。那在神的眼中来看，其实他就是死掉了。我们开始用自己的善恶来取代了神绝对的善恶。所以清洁的心思要我们 pure heart 回到原先的样子是这样。神就是蛇没有诱惑之前的事情。我们怎么这样回去呢？我们大概有一点困难，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在圣经中间所记载，除了亚当夏娃之外呢，还有一个人呢，叫做多马。这多马呢，他有一个，我们可以看，等一下看到很多的经节在讲他哈，他是成为我们的警戒啊。我们看他是怎样子的不好，就成为我们的警告，盼望我们不要像那个样子。多马是人类对上帝失去相信信任的一个代表的范例哦。我们来看啊，他是耶稣的12个使徒、12个门徒中间的一个。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时候呢，讲到耶稣他的好朋友就是拉撒路，他们的这个跟玛利亚跟马大，他们都是姐弟的关系呢。那马大呢，拉撒路生病的时候，赶快派人去找耶稣说：“你所爱的这个弟兄呢，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请他来。”耶稣故意延迟了几天才去。那时候怎样？拉撒路已经死掉了。耶稣知道他已经死了，就跟他讲说：“我们去吧，我们就让他活，让他在睡觉而已。”哇，讲了这些话的时候呢，最后就说他们就觉得不太能够明白的时候，耶稣就干脆就讲说：“我要起他复活起来。”但这时候呢，多马竟然唱反调，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16节说怎样？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本来是告诉他已经死了，但是我要去让他复活起来。多马竟然讲了这种话，他的这种反调呢，有点就是讲负面的话，能言能语的方式，然后很嘲讽的方式呢，来讲这些话。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像这样，那我们就怎么样把明明知道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偏偏要讲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多马，他是一个不信，虽然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不信，而且唱反调。第三，在看他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们说，他准备要离开他们，要去为他们准备地方，他到哪边去准备，还要带你们去到那个地方，我要去哪里，你们都知道。讲到这的时候，多马质疑了，呛瞎说什么？约翰福音14章第5节。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马竟然在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花了3年半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讲了这么多，他竟然这时候跟他讲他的质疑，他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耶稣你要去哪里，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了。多马不只是这样，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显现给门徒看，那时候多马不在场。他没有亲自看到，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同学告诉他说：“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今天看到他的时候。”多马讲了一句话，约翰福音20章25节说怎样？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指头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深深的发现到耶稣。要是你的学生中间有一个人是这样跟着你3年半的，你怎样子的花苦心去教导他们，但是他刚刚那3件事情这样下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我怎么有一个学生这样子啊？他是多么的没有办法相信他这位老师呢？后来耶稣在多马有在场的时候呢，再次的显现出来。这时候多马他看见了耶稣，所以他就相信了。那时候他宣告说，耶稣真的是主，是上帝。在约翰福音第20章28节的时候，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后来就没有再记载的多马。多马到底变成怎样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外史呢，曾经讲到说，在印度的地方看到有一间教堂叫多马教堂。
所以传说多马后来就悔改了，他就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不再成为一个怀疑的人，他就到印度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最后也有多马殉道的这种记载在。要是你的学生中间，你的门徒跟从你的人中间有一个像这样子多疑不信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呢？如何去面对他呢？我们看耶稣他如何去面对这一位，他如何去使这一位不信的人，他回到他的清洁的心思呢？回到那个 pure heart 呢？原来他是用爱跟真理来医治的这个不信。多马他用唱反调，他质疑，他不信，他只信看见的等等这些呢，来表达他不信任、不相信的心思。他不相信耶稣。耶稣怎样？耶稣没有反驳，他也没有指责他，反而是用宣告真理来教导他，来回应他，而且又再次显现给他看，让他的钉痕的爱，以钉痕的爱呢来感召，使多马就得到了医治。后来他就讲了：“我的主，我的神。”耶稣用了哪句话跟他讲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这个多马不相信的时候，他没有说：“你这个学生是怎么学的啊？教你这么3年半了，你还这个样子，就干脆就体罚他吧，还是这样？”没有，耶稣只是告诉他：“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告诉他一个真理在。同时，他没有看到耶稣，他不像耶稣复活的。耶稣出现的时候怎样？对他说：“你伸个你的指头来吧，摸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热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只是非常的正面的告诉他：“你不要疑惑，总要信。”后面又讲说：“那你看见才信的人，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比你幸福多了。”我们生命中间，还有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像这样子呢？唱反调、质疑、不信、只信看见的等等这些现象吗？你的心思是否隐藏着不信，而是你的心思不够清洁呢？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是不是常常说一些负面的话？我们甚至有时候为反对而反对，明明他有人讲就是很正确，我就是悖逆，就是不愿意听，我就是为了反对就对了。还有我们看到这边有讲，只有看见，只相信看见的才相信。那你要是有这种心思的话呢，那你没有办法相信有神，因为你绝对看不到神的。你怎么能够相信神呢？而且神早就在创造我们多久以前创造了宇宙，你根本不在那时候，你怎么能够相信呢？所以其实你们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个科学，我们包括有神学科学、哲学科学、人文科学、科技科学，这么多的科学里面，你觉得哪一个科学是最好的呢？是甚至最进步呢？最棒的呢？我这里能够相信的呢？其实我们说的，真的我们受到我们社会的污染的。我们都认为只有这样，现代的科技科学才是这样，才是真的可以相信的。现在的科技科学是这样，是要能够证明出来，能够看到的东西，你才要相信它。请问我们看得到空气吗？请问我们看得到我们的爱吗？请问我们看得到我们的伤心吗？你能够分析给我听吗？分析不出来，那你怎么知道有爱呢？你怎么知道有伤心呢？你怎么知道有烦恼呢？你分析给我看，分析不出来的，那你怎么相信它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科学是多么的 low end， 是非常低层的。这些科学中间最高的科学就是神学科学。你只有认识从神而来的东西，才是智慧的。所有的进步的国家，在他们的大学里面，第一个的科系叫做神学科系，神学科学；第二个才是讲才建立哲学科学。第三个是人文科学，第四个才是科技科学。但是我们现在刚好相反，我们高级的科技科学把这些人文科学好像不当一回事情，
看我们的社会里面的这些思想就知道了。什么事情都是赚钱为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这是完全我们的社会完全是被颠倒了。不要讲多玛是这样，现在社会本来教导我们就是像这样子。所以你觉得你在生命中间有这些吗？像神，你要在信仰上你又认识神，你如何能够认识神呢？你当然没有办法认识神了，因为神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人怎么能够去明白造物的呢？一个椅子怎么能够跟他的木匠沟通呢？当然无法沟通啊！只有当这个木匠愿意沟通，让椅子明白，他才有办法明白。何况他是没有生命。只有造物主愿意让我们被造的人明白，启示我们，给我们亮光，我们才有办法明白的。信仰就是这样，你只能用信心去了解到它。所以你的心思呢，是不是隐藏的不信？你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你没有办法把神。很多人会告诉你把神给我看，我就相信。他当然看不到，他怎么看得到？他是被造物哎。讲这种话的人呢，就是有多么骄傲啊！一定是神看为不喜欢的。神喜爱的人乃是那些谦卑、有痛悔心的人。我们的心是够清洁吗？够 pure 吗？你要是答案是不信的话呢？答案是说没有，我非常的相信。我要问你这几句话：你真的相信神吗？你相信神是美善的吗？你相信你相信那个绝对爱你的上帝吗？他是绝对爱你的吗？你相信所给你的一切吗？包括你的出身，包括你的外貌，包括你的才智，包括你的家庭背景，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包括你的配偶、环境、职业、收入、教育、地位等等等，发生在所有你身上的，你真的认为是上帝给你的，而且都是出于他的美善吗？所以中间任何有一个问题是问号的话，就代表我们的信心不够 pure， 我们已经没有纯清洁的心思了。你还要怎样？相信你的成长过程，过去的经历，目前的情境，甚至未来，都在上帝的掌权中间。而且上帝掌权上是出于对于你的好，出于对于你的爱。我们所谓的清洁心思，要除掉不信，就是要像这样。你要是对这位神，你要是没有那一种信的话，对你就没有帮助。这位神对你没有帮助，你需要他的时候你才去找他，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找他，因为你觉得，而且你要看这时候呢神对我好啊，那时候神对我不好。用这样子去思考的话呢，对你绝对没有帮助的。你觉得神刚刚第四个所问的这些，真的神都是出于他的美善发生在你身上吗？我相信最近我们常常在讲到有澳洲来的那个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个尼克，你觉得神在他身上所做是对他最好的吗？是不是原来出生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神的美意呢？我不知道，因为是不是神造成这样呢？我相信不是。因为我们人有可能会吃的一些药，吃的一些现在的化学的东西，很多东西会影响的我们每个人的 DNA。但是神允许它发生，但是发生之后呢，既然神要让它出生，就是神的杰作了。因为神赏赐给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赏赐的产业，也就是神看为杰作，在这样情形之下的杰作，你只要活出它的话，就真的成为神的杰作。只是你的部分要自己来努力，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去努力出来呢？你的信到底是怎样的信？你的 pure heart 是怎样的？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美意，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全知全能，上帝对你的爱。如果你还有怀疑还有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到神的面前的。我相信我们在非常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说我相信。但今天我们碰到一个情形，有一个母亲非常伤心到教会来，哭着脸，看到牧师就说
上帝真的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今天接到他儿子的电话，他第2个儿子的电话，然后请他说到他们家去。其实他已经离婚了，所以孩子都跟爸爸，然后请他去见他们这些小孩子。他以为是明天是母亲节嘛，所以大概是要母亲节要吃饭啊，这样他就很高兴去。结果去，他告诉他一个信息，他的哥哥，也就是他的大儿子，这个妈妈的大儿子，在2个礼拜前去世了。哇！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实。21岁而已，怎么死掉？我问他是怎么死，他说因为跟朋友出去，然后很高兴，然后吃的东西就没有节制，然后东西卡在这个喉咙里面，就这样子就走了。他没有去讨论这些问题，他只很单纯的问了一句话：上帝为何对他这样子的不公平？我想我们理智都很容易告诉他说 ：“No， 不是这样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在那时候告诉他这样，我们只能静静的陪着他，让他哭，然后想办法安慰他。是神使他吃东西卡住的吗？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啊，但是神让他允许它发生而已。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我们要如何呢？神这时候对你的帮助是怎样？神只能告诉你，他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你可以依靠他重新再站立起来。除了这，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只要是一直处在那种抱怨，一处在不满的情形，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没有办法走出那个阴影的话，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神能够了解他的痛苦，神愿意安慰他，神也知道他那样子悲伤的事情，但不是神造成的，神反而是要成为他的帮助者。你相信的神是这样子一个神吗？是一个美善的神，还是你仍然对他有怀疑呢？对他有怀疑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到他面前来，你将你的怀疑告诉神也没有问题。就跟多马一样，多马面对耶稣的时候是怎样？他是唱反调的，他质疑的，他是不相信的。纵使耶稣跟着他带了他3年多，他都可以这样当面呛瞎的。耶稣有没有怎样？耶稣没怎样啊。耶稣告诉他真理，耶稣告诉他要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也有可能是这样，我们也可能有很多的负面，我们就像要讲说，上帝你是这样子的不公平，但是上帝他不会反驳你，他也不会指责你，他只会接纳你，而且会适时的告诉你一些真理来教导你。同时他告诉你说，你真的要相信，不要疑惑，神是要帮助你的，不是要跟你敌对的。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产生、别人产生、大自然产生，还有魔鬼利用我们的弱点而产生的，不是神产生的。神只不过允许它发生而已，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人是如何的软弱。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今天在上清洁的心思，我们有可能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不信任，但这些不信任对我们有帮助吗？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上帝要我们有一个爱，这个爱是怎么产生的？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清洁的心是怎样 ？Pure heart。回到当初神所创造你那个纯洁的、非常单纯的心，要如何去做到？我们已经受到这么多的污染了，我们已经像多马那样子了。虽然没有像多马那样子，我们也有比他程度浅的也好，比他深一点都有。要如何做呢？今天清洁的心思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再造清洁的心思。透过这样来造呢？第一个，我们要这样，要祈求悔改。我们要清理，将我们的心思重新再清理一次。我们要对上帝呢，为我们对上帝、对人的不信任来认罪悔改，祈求赦免。
约翰一书第1章第8节跟第9节说什么？我们都说自己是无罪的，那就是欺骗我们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怎样子犯错没有问题，我们这样的不信没有问题，我们这样的质疑上帝没有问题，曾经有这样过都没问题。重要的是你现在如何呢？我们要再造清洁的心思。第一个是这样，要清理我们的心思，不对的地方把它清洁干净。如何清洁干净？回到神面前祈求赦免，认罪，祈求神赦免，清理我们的心思。第二个是怎样？重建我们心思。既然清理完之后呢，重新建立起来。如何建立起来？不是靠你我，是靠神。所以诗篇第51篇第10节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怎样。神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你可以自己造清洁的心吗？没有办法，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然后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所以清理之后，我们要重建，重建之后怎样？要把它行出来，行出来就是运用心思。在彼得前书第1章22节，一起来念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从心里面呢，古卷里面有说讲，从清洁的心，也就是你要从你这个原来的起先神所创造那个心，让它恢复回来。恢复回来是怎样？要有切实的相爱。就是你要有一个行动的，你的清洁的心思从你清理开始，是认罪，然后再来怎样重建？如何重建呢？神帮助你重建之后，你还要把它行出来。怎么行出来呢？看你有没有跟弟兄之间呢，有没有虚假的爱，有没有切实的相爱。最后一个是怎样？我们要宣告自己，我们已经得到医治了。宣告上帝已经医治了我的不信的心。从今以后呢，我们愿意所有的心思意念决定都相信上帝，顺服上帝。你要宣告，宣告代表我们的决心。今天我们讲这个清洁的心思呢，是告诉我们，因为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大诫命。十诫中最重要是怎样？就是爱。要如何爱呢？在我们生活中如何把爱行出来呢？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里面告诉我们。爱是总归，是最重要的，没有错。而爱是怎么出来呢？是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先学习清洁的心，就是让你的心回到怎样？上帝起初创造的 pure heart。你能够有一个纯洁的心吗？当然能啊！透过我们清理我们的心思，就是认罪，然后怎样重建我们的心思，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样有一个清洁的心思，然后再来是怎样？你要去运用它，就是用行动来表示出来，同时宣告我的心不再是被玷污的了。我们有几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就是说，认识上帝的话语跟信任上帝之间有何关联？耶稣如何胜过撒旦的试探？为什么问这个呢？就是因为夏娃他对上帝的话语不够的精切，所以就被魔鬼所利用了。我们反而应该用耶稣的话，耶稣来当模范。因为耶稣如何面对撒旦的试探呢？都用上帝的话语来告诉他。撒旦欺骗他，你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说怎样？人活着不是靠不是靠吃，乃是靠上帝的怎样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非常精准的去讲，你就能够敌过魔鬼。你信任上帝吗？请分享一些实际的经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本来非常的烦恼，后来他想到圣经的里面一句话告诉他，他就怎样放下心来了。果然没有多久，这件事情就得到解决了，就完全照他所领受的是一样。第三，你对上帝的信任曾经发生过危机吗？后来如何度过？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你会如何处理？这几个问题呢，你们要是没有小组的话呢，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清洁的心是第一讲，是要我们除去不信。
没有发生问题，你都可以说我很相信。但是真正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的信并不真正那么坚定。我们要如何除去它呢？常常认罪，常常重建，常常用行为来表示出来，常常宣告。盼望我们在这个4个礼拜中间，我们学习清洁心思中间呢，一样一样去对付之后呢，我们真的可以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那个 pure heart。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有4个礼拜中间，我们要学习清洁的心思，因为你告诉我们，爱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而生出来的。我们起先回来看我们自己，神你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清洁的心思，我们有那个 pure heart 吗？我们已经受到污染了，我们就祈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主你的面前，恢复到神你起初创造我们那个纯洁的心，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紧紧的依靠在神，求神你赦免我们的那些不信的部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